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参选新北市长，今日竞选总部成立，国民党上饼新北市按算过年进程来公布。昨晚半暝，国道3号3台车拢做伙，一人死亡，2人受伤，分林高坑绿色崩坑，今仔透早车祸5人受伤。下半晡开始，受大陆冷气团影响，气温下搁降。气象署表示，永暗到明仔透早上介寒。观众朋友，衫爱穿愈少，因为对下半晡开始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气温下搁降，永暗到明仔透早上介寒。也气象署提醒讲哦，这个星期就是后礼拜六会搁有冷气团来报道，即马是预估讲这个强度啊，可能会比即阵搁较强。北台湾差不多伫咧13度。警府中未少人听雨伞，店门口咧排等开门，也予商场正做雨天，大家拢爱去的所在。北部天气湿湿凉凉，拜一透早全台上气温出现伫马祖东引，敢若8.3度。本岛各地平均温度敢若13到18度之间，加上一直落雨加冷空气影响，民众出门依然感觉是真寒。你湿了之后，就体感温度会比较低嘛，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相较于前2天来说的话，今天确实比较凉一点，湿湿冷冷的，不太舒服。在大陆冷气团影响之下，初一中部以北既然拢落雨进行，华南分系统过，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雨势更较明显，北部既然落雨时间也较长，相关时间点就伫初下半日到初日透早。气象署提醒，伫初7也有一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温度会更降低。我们预估可能跟这一波的冷气团强度相当，或是再更强一些所以可能造成的低温可能会在礼拜6或是礼拜天，可能在礼拜天的时候温度会再更低一些。那也有可能北台湾的气温普遍来到13度左右。因为天气这个季节节气入春，天气有啥烧热有啥寒，气象署指出。华南分下水期按算伫拜一透早了后豆豆减少，星期一南会转做热云，拜2开始转做偏东风，拜3到拜5落雨转雨。各地天气相对稳定，暗过中南部一下温差扩大，温度回转来依然按摄氏0点度无好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一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要选新北市长，今仔日竞选总部来成立。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去家庭认为讲南北可能会伫3月来协商。要南洋迄边呢是还未派人选出来，国民党新北市党部表示讲，新北市长侯友宜会出面来协调，这个人选会伫过年之前来决定。新北市长黄国昌，让新北更有型。支持者大话市长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宣布参选新北市长，初一竞选总部开幕，包含前主席郭文铁、多位党籍立委、关市议员拢出席，促助民众党大团结。引来国民党重要人士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是最后来出现徛台，却是伫致辞时讲到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可能会伫3月协商，引发注意。2大党的合作，我们是开大门走大路。基于实践这些政策价值的愿景，我们写下承诺。3月的时候可能要跟民众党来协商，那时候再决定到底是谁。不管是李四川还是黄国昌，我想总是要最能赢对手的啦，来出来啊。黄国昌讲，一定是开大门行大路，无论是什么人当选，拢会共同来推动政策。只不过，国民党新北市长人选也未确定，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甲新北市副市长刘和莲拢有意来参选。外界关心什么时阵会出现2人来会面。预计的期程就是希望在2月中旬能够把人选确定了。新北市党部讲，侯友宜扮演一个重要的协调角色，人选伫农历过年前会公布。李四川是伫面册写着讲，参加内湖首映会活动，讲到家己住伫新北市，希望遐也是一个更加有火的城市，争取这个提名意味是真高。另外，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立委苏巧慧最近动作真接，启动绿箭，由在地立委李坤霞，也有前立委陈碧薇陪同到沙丁堡的市场去拜票，也甲大家来拜年。得到越来越多不分年龄、不分党派的市民为我加油、为我鼓励，那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那也说明了我这10年的政绩呢，真的是有得到大家的认同。讲到稳总对手李四川，苏卡会强调以长炮当作底炮冲刺，归路航亚战、空战同步进行，下礼拜也提出证件来争取市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回答执行长王玲芬来到台湾，早暗是请供应链的厂商吃饭。也外界咧烦恼讲台湾投资美国会造成供应链转移。好，王玲芬强调讲，这是全球布局，顺应需求。唔那台湾，唔那美国是全世界拢咧做 AI 的基础建设，所来会出现晶片工厂、电脑制造工厂、甲 AI 的工厂，这3种全新的工厂形态。甲咧等的民众亲切挨沙祖国签名，也佮为家后成军，带黄仁勋为上到饭店门口，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4天，31暗时佮做调研宴，邀请供应链厂商伫台北上山区的餐厅，有发射董事长施宗长、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广达董事长林百里，黄仁勋也佮展现对供应链优化高度期待。NVIDIA won't be possible without Taiwan. And there's magic in this island. The companies here have extraordinary technology. They have incredible culture. They have a work spirit like you never know. I think tha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TSMC will likely increase their capacity by much more than 100%. 表达未了的感觉，甚至也有烦恼。不过也展现甲台积电董事长为铁家的好交情，因为回答新一代 Vera Rubin 进入量产阶段，其中关键6种无同款的晶片，爱靠台积电助力。不过对市场的烦恼，美国要求台积电转移40块半导体产能，黄仁勋认为全球化布局是顺应需求。被问到台厂货币的时阵，伊强调是人类史上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扩张初期，那是代表 AI 基础设施会在全球各地建立，所以出现晶片工厂、电脑制成工厂、甲 AI 工厂3种全新的工厂形态。台商那个未来10多年会积极的投资美国的那个供应链，最主要也是为了因应美国 AI 基础建设未来会庞大的成长及需求。专家提醒 ，AI 基础建设分析战处，包含基础电力、晶片、甲电脑制造分段、甲 AI 软体应用。目前台湾大部分厂商是晶片、甲电脑制造阶段 ，AI 软体应用也是着项之一。爱尽力对着，才能对产业推进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也台北松山著名的餐厅曾窑，就是站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办的请食饭的所在。不过半暝3点外，所因为餐厅伫咧地下室的灶骹即个火无禁全烧起来，也因为餐厅楼顶有安养中心是住40外的长辈，即卖楼骹烧起来，机构的人员是按照消防指示，甲窗门、甲防火门关好好，就地来避难，加在是无人来伤亡。所以伫高烟一直清出来，壁拢是较乌乌，警卫发现烟雾，也闻到烧起来味，赶紧报警。油够烧的味道，我就赶快报警了。警消人员到现场，拖水赶紧拍火，甲铁门切开，赶紧找导火所在。有案发现场伫4楼有安养中心，消防人员是更加小心。警报也有响啊，那很早消防队就有人在我们机构啦，叫我们就地，就等于就地避难，就等于我们就门窗都关好。重点帮我们关好。机构警报器一直等，老大人拢惊精神。工作人员按照指令，是甲窗关起来，甲防火门关起来，互40外老大人原地避难。先派一组人到4楼，先去确保他们的安全。那另外的部分部署水线往楼下去做查看跟这个没有攻击。当来火灾现场，这个有名餐厅曾窑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爱食店之一。在伫1月3日举办大头家宴会，2月7日透早3点外，餐厅熊熊清黑烟。业者早起倒来店内讲，关店了后，餐厅地下室灶骹有炉火未记关起来。没事，就是忘记关火而已，是有烟而已，没有火。加在这事件并无造成伤亡，不过相反是火灾事故。江河南路的一栋主题大楼，伫1月3日暗时，火烧厝确实不幸造成2人死亡的事件。
大火一直烧出来，消防人员来到现场拍火，疏散50多个民众，经过半点钟就把火势控制。不过，警消人员把门拍破了后，第10楼徛家救出来一男一女，大约50多岁到60多岁，已经互高烟10个分期啊，倒伫疫情内底，已经无抢开心跳，送医了医院不治身亡，详细都会原因也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联保署统计2025年掠这个青豆丁是掠26万只，好，这个数字是比前年加3倍。青豆丁真正有够高摊，各县市呢都有培训民众来盗掠领奖金。不过，咱民众来掠这个青豆丁真正爱细腻，因为伫咧昨高雄有民众用鸡丝要掠青豆丁，煞无细腻哦，卡到高压电线，规身躯烧起来，送病院抢救。泡海草后火烧甲草开打，地点在换大扫石化林园厂的石化1路。1月31日将近5点，警消接到报案讲发生火警，出动人员到现场发现受民众去电掉，引导周边的草。为一名22岁周姓男子欲抓利略西，使用长杆套索误触电线，周男身体烧伤，意识清楚，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22岁姓周的查甫人，迄时阵徛伫排水沟河拿顶悬，提出长高套索要掠青豆丁，疑似无注意管道，所去卡到69000伏特的高压电线，真希望逼出火光，场面真惊险，连带影响4户工业用户，总共停电314分钟。后续调查原因交由本局火调科厘清。联保署统计，2015年全台移除26万只青豆丁，比2014年加3倍。东西区屏东有超过13万只，高雄6万多只。南部县市也培训民众去掠。根据了解，姓周查甫人是合格青豆丁的猎人。农业局表示，会加强安全宣导，呼吁民间猎人协助猎时阵，要注意作业环境甲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道3号台中外部路段昨暗半暝有3台车辆做伙，其中一个驾驶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送病院。也云林国坑烈水泵坑今仔透早有一台车驶正向去弄到对向的车，当中5人来受伤。轿车并伫高速公路内边的车道，车体是严重变形，要人吊伫车内。拖吊车协助甲车吊正了后，消防队员赶紧甲车门撬开，并且甲伤者救出送病院。苏姓男子驾驶 A 自小客车行驶于中线车道，疑似因晃神未注意与前方的 B 车距离过近，为闪避前车，故向右变换车道，并于拉回过程中擦撞由59年次洪姓女子驾驶之 B 自小客车。警方讲，1月3日暗时11点左右，国道3号台中外部路段一台轿车，敢若因为细心弄到头前的轿车，轰弄到轿车偏移车道了后，伊佫互另外一台小货车第2摆弄到，所以就失去控制，弄到内边的护栏了并车，车内驶车人当场就无喘开心跳，送医急救了后也是救无起来。这车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伫云林港口烈水泵坑，早时7点外也发生严重的车祸，2台车的车头拢已经弄甲歹了，总共有5个人受伤，送病院急救。这一定是他的问题啊，因为他越过双黄线了啊。伤者朋友讲，因2台车对高雄来到云林佚佗，经过这路段的时阵，对向车道一台修路车不明原因，向驶过双黄线驶反向，头前车未火闪直接弄到，消防队接报了后来到现场救援，为安怎修路车向偏移车道？驶过双黄线，县警方也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落大雪，这个所在这个雪啊，实际超过1公尺悬，甚至清新关有到4公尺半。也伫咧秋田关都有一对老翁某咧厝顶吐雪，煞互大雪台起，不幸死亡。日本 NHK 电视台整理气象资料，为本州西部的鸟厝关到北海道真侪所在积雪拢超过1公尺，其中积雪上深的所在是青森县的温泉圣地双子汤，积雪超过450公分。传出不幸事件地点是伫秋田县的大仙市，79岁高桥龙志甲78岁太太高桥和子被赶登去故乡探视后生发现倒伫厝顶已经无开啊，为2人穿工作衫，搁伫头盔来看，迄时阵伫厝顶轻度积雪，暗过互大雪台掉咧，煞无命。屋根の大きさがだいたい10メートルから10メートルぐらいのところで1メートルの雪が積もったら、この屋根全体でどれくらいになるかというと、10メートルですね。はい、これくらいになります。
30トンなんです。30トンで30トンはね。重すぎて。そう。どんなもんなのか。軽乗用車1台がだいたい1トンぐらいなので、軽乗用車が30台分乗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屋根の上に。そう。气象单位提醒日本和沿海地区民众要特别注意，所来去2天会继续有30公分以上落雪量。欧洲各地，特别是波罗的海沿海，也面临无正常低温甲落大雪现象。比如波兰北部大城格但斯克，就伫维斯瓦河流至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海上漂满浮冰，属于淡水河的维斯瓦河河面完全结冻。不过，民众依然苦中作乐，伫市区广场耍雪，或者是除冰。Spacery są krótkie. Spacery są krótkie pod warunkiem, że nie jest ślisko. Mróz nas tak nie przeraża jak śliska ulica. 欧洲气象单位指出，全球暖化造成反适应现象减弱，和波罗的海周边各国伫这冬天出现比平常时较低气温，加做河河拢结冻的情形。美国东华各州也是一片冰天雪地。气象部讲，这冬天就有可能为北极来极地山火带来频繁而且大量落雪。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台北年货大街张开幕，今年禁止食薰的范围对迪化街扩大到4边的巷仔，也若要剥薰，就要去到大稻埕码头5号水门遐有些所在会当食薰。市府表示讲，若违规，上当会当罚到1万。也昨暗实施第一天，就已经开2场罚单。袂使食薰的哦，市场内底甲外口遮吼，袂使食薰的哦。开始说年会大会进前，李长生提醒大家，这团是对待中国台北的团员。台北市年会大会今年第2年推行禁薰的政策，范围对主干道扩大到4块位的巷仔。礼拜早起实际到现场行一转，巷仔内底要求民众伫食薰。去年是他们都会躲到巷子里面去抽啦，对。今年就几乎都没有看到了。往年的部分走在路上可能都会有烟味，尤其有小孩，我觉得这是比较不方便的。那现在的话禁烟的话，我觉得就是整个空气的话是比较清新一些。这边开放式空间，当然是不抽烟也不会有乱丢烟蒂的问题啊。店家甲游客对着禁薰范围扩大，拢是肯定。台北市商业处指出，已经公告2026年台北年会大会对1月31开始到2月15，每天早起的8点到暗时12点，拢是全面禁止食薰。若违反的会罚2000块到1万块罚款，31款到10外人，总共开出2场罚单，会继续来加强查缉。每天会有5个相关的局处呢，会共同执行一个稽查取缔的作业。每天，同时呢，至少会有2组稽查人员，一组大概有2个人呢，会进行现场的一个稽查。因应这扩大禁薰的区域，商业处伫大稻埕码头5号水门有设临时食薰的所在，有搭这透明的大布棚，并且有挂真明显的布条。不过，离年会大会要行15分。记者综合报道。好，要过年啊！嘉义中部镇安宫有办活动，写春联做红龟粿，佮牵2只马，互民众试骑闹热来迎接马年。大人佮囡仔围伫岛外边啊，挂手锣啊，按照社区中部的指导，当咧体验传统的红龟粿要安怎来做。嘉义县中部乡中部村的镇安宫配合中部启程文化艺术基金会，伫庙埕来举办体验活动。要带民众提早来感受过年的气氛。红是一种福气的迄个象征嘛，所以咱过年拜拜啊，什么拢会用到红龟粿啊，什么让大家可以回忆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啊，和这社区的妈妈他们也可以来参与。我觉得它粉饰的很 Q， 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做过，就是觉得很有趣。以前没有体验过红龟粿，然后因为又在那个庙埕前面做，所以就有过年的感觉。除了红龟粿体验以外，现场阁有30多位社区书法班的老师甲学生，免费替民众来写春联。启程文化艺术基金会阁伫现场安排2只真正的马仔，予民众来骑。头一届坐伫马仔顶面，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深刻。提供2匹马来这里让小朋友啦，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常常那个完成骑马心愿的在这里这些人们来参与这骑马活动。看起来感觉就是很震撼啊！就是有这个活动，我就很喜欢去尝试它，要不然我没有机会啊。在台湾骑马，你一定要到马场去啊。平常我们很少看到。镇安宫表示，庄卡人口的外流，地方愈来愈无过年的气氛。透过活动，唔但向少年人来延续传统的文化，嘛增加民众对在地社区的认同。
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讲，科学家发现讲，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南极这个徛鹅咧生团时间是提早要1个月。安尼生就会造成讲徛鹅仔囝这个孵出来时，食物甲空间恐惊会无够。科学家就烦恼啊，讲这个资源变少，徛鹅为着生存竞争会愈激烈。南极徛鹅的生产期通常伫热浪，大约是11月到2月，这是因做收、孵卵甲摇囝的关键期。不过科学家发现，伫2011到2021之间，徛鹅的生产时间提早10天到24天。因为南极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当地伫这10天的平均温度增加3度。科学家认为，这两件代志可能有关联。The time at which you breed needs to coincide with the time.with most resourc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is is mostly food for your chicks, so they have enough to grow, but it's also like the rain, soil for which to breathe on. 生团的时间提早，代表徛鹅囝孵出来时，毋是食物甲生存空间上量上的时阵。科学家烦恼，生存竞争可能会变甲更较激烈。不过，徛鹅族群到底会出现什么变化，也阁需要科学家长期研究。镜头转到智利，因为环境变迁来受害的动物，搁有伫大火中走失的猫仔狗仔。智利顶礼拜爆发森林大火，已经成25000公顷的土地，有5万人撤离，人类赶工逃命，煞有真侪猫仔狗仔放杀伫原地，无法度家己逃脱。无论警方还是民间，拢出动兽医救伫遮受到大火侵袭的毛囡仔。Pucha, ayer apareció mucho animal calcinado y a medida que la gente va retirando los escombros para poder, yo me imagino que volver a construir un hogar, van apareciendo más animales quemados, ya sea gatos o perros con su vibrisa, sus orejas quemadas, las patitas sobre todo. Hay que manipularlos con mucho cuidado. Ayer estuvimos con un chico. 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毋但人类受到影响，甲咱同齐住伫地球的动物嘛做伙受牵连。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即马大人是一支手机啊，翕相传起到社群网站变做关系，也即个关系会当摕来赚钱。中国的册店就开始变装潢，吸引游客来翕相，就是因为讲愈侪人来，即个甲钱包啊拎出来机会就会愈悬。名列全球10大上水册店之一，中国情书阁伫江都天津开设的分店。一大入门映入目睭的是又阁悬又阁大的弯弓门，空色更在钉钉塔塔，后壁册稀释交织，互相渗透的空间设计。对螺仔形的楼梯稳稳啊爬起来，规个册店有满满的魔幻气氛。伫社群媒体有人甲这含英国囡仔册《Harry Potter》的 Hogwarts 魔法学校相比拼。情书阁吸引的毋单是爱册的人，阁有甲这当作旅游景点、翕相、拍卡的自翕作。册店阁大心伫涂骹标注出上好的翕相地点，方便游客出境。自翕棒、三卡价也凊彩会当看。我觉得这种趋势是特别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不仅人们能看到书，而且也可能会因为那些设计，然后被吸引过来，会吸引更多的游客也会。尽管当局拍拼提振国内消费，电子商务也直直发展，实体册市草甲疫情正正相比，也阁有一段距离。不过，出版业协会负责人去年1月捌指出，近年来实体册店的数量煞正稳定成长。实体书店如果靠卖书，确实很难生存，确实成本很高。然后，对，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更多的是把空间设计舒适，然后能有更多的承载。其实它承载的是一个文化内容，眼球经济，然后它以这个书店为背景，然后做一些这种网红活动，所以说它的这个空间啊、场景啊，然后是比较这个适合进画面的然后拍起来很漂亮。不过，这也让一寡专门为册来消费者不满，怨讲受到打扰，也是文书互人侵犯。南京城东的拍卡热门地点成丰册店，去年6月就打出告示，禁止游客伫册店内底使用闪光灯、三卡架、拉蛇加未经许可的翕相活动。包括摆拍啊一样的话，他们进了书店的话，其实是那个什么，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这个目的的话，他们就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那个买书。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下半部的天气。
北部地区14度至16度。中部地区14度至20度。南部地区18度至25度。东部这边15度至23度。外岛地区9度至1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